今仔日是农历的七夕，嘛是七娘妈生。新竹的百年古庙德莲寺帮长大人的囡仔做节日会，来举办着烫卷的仪式，热烈滚滚。学生一个软过成年亭，这是表示讲人爱谦虚，爱向前看。软过去了后，就真正长大人啊。过去旧历的7月初7，敢若知影讲是七夕，但是根据台湾民间的风俗，七夕嘛是牛郎织女故事当中织女的生日，民间又搁称呼织女是七娘妈。新竹的德莲寺有灵有社，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，逐当拢会即天举办成年礼活动，少年人穿白色的 T 恤。公因长大人的宣言，象征自己长大，象征是一个变大人的过程。我自己已经成年了，就是已经有一些事情要自己扛好，好多不是交给家人来做了。天气热，但是足侪人参加，算了差不多1000人左右。网络报名马上秒杀，不只保留了信仰，也保持了这样的一个文化。传统的成年礼了后，会场嘛开放一般的民众自由去弄七娘妈亭求平安，透过鼓励保留传统的风俗，嘛要让大家看到无同款的七夕文化。